好，咁啊，之前講完世界盃 A 組之後，咁今次又講世界盃 B 組啦。咁首先世界盃 B 組嘅就係由加拿大啦、波斯尼亞啦、卡塔爾同埋瑞士作為B 組啦。咁你話絕對睇好啊？睇好啊，當然只可以有瑞士。咁你至於卡塔爾啊、波斯尼亞同加拿大就令人有啲絕對冇乜機會比較少睇好一啲嘅球員啦。咁你話加拿大有冇一個好出名嘅球員呢？ Sorry，我真係唔係好識。咁啊，絕對係冇乜邊個好有最佳嘅球員陣容或者出名嘅球員啦。咁啊，加拿大就只可以話加拿大啦、波斯尼亞啦同埋呢個卡塔爾咧，就絕對係爭第二名出線嘅，應該係呢三組可能會呢三隊球隊絕對會爭得比較激烈啦。咁睇好嘅絕對係睇好瑞士啊！咁第一就係首先瑞士會喺呢三隊嚟講，絕對係令有啲決賽或者出線嘅經驗啦。咁第二個就係仲有係瑞士就係有一個加利沙卡啦。雖然佢已經年紀比較大少少啦，咁但係佢之前喺阿仙奴啊、英超啊，亦都係絕對係有經驗啲，會令人睇高一線嘅球隊啦。咁另外，你至於卡塔爾就只係話佢曾經係晉身世界盃決賽周啦。咁但係除咗佢之前作為一個曾經係一個世界盃嘅主辦國之外咧，咁絕對冇乜邊個出名嘅球星或者其他嘢可以令人睇高一線。咁所以都比較唔太睇好啦。只可以話呢三隊會相持比較激烈去爭第二名啦。咁啊，我首先自己可能會睇好加拿大同埋瑞士。咁啊，暫時睇下邊兩隊會到時再出線再睇啦。咁啊，再繼續遲啲講埋其他組別啦。拜拜。